香港係重要嘅國際航空樞紐。作為香港首間民航學院，香港國際航空學院於2016年由香港機場管理局成立，致力發展成為世界級民航培訓中心，支持香港及區域航空業嘅可持續發展。成就航空專才一直係航空學院嘅首要任務。學院為航空愛好者、行業新人以及尋求事業突破嘅從業員同業界專才，提供多元化、獲國際機構認證嘅課程。學院設有5大培訓中心，為香港、中國內地同海外培育不同範疇嘅航空專業人才。航空交通管理培訓中心以先進嘅器材及設施，模擬真實嘅空管運作，提供認可資格嘅培訓課程，培育航空交通管制嘅專才。機場營運及危機管理培訓中心邀請嚟自香港國際機場嘅專家及資深業界人士，向學員傳授第一手經驗，讓行業未來領袖熟習機場營運，並確保機場面臨緊急情況嘅時候，依然可以如常運作。航空保安及安全培訓中心以減少對航空業運作構成潛在威脅為首要嘅培訓目標，提供符合國際標準嘅專業課程，協助航空保安人員掌握最新知識與技能，以應對潛在威脅及挑戰。飛行訓練及航空工程培訓中心培育新一代嘅機師及航空工程專業人士，當中重點課程見習機師培訓課程、教授地面理論課程及提供飛行訓練，為有志成為機師嘅人才提供多一個喺香港考取商業飛行員執照嘅選擇。基礎及學術課程培訓中心為有志學習或發展航空事業嘅人士提供範疇廣泛嘅學習機會。培訓中心與本地及海外高等學院合作，開辦由文憑到碩士等各級獲資歷架構認可嘅學術課程，為學員裝備知識嘅同時，亦讓佢哋獲取實際工作經驗。香港以及全球航空業急速發展，機會與日俱增，航空學院將繼續吸引及培育人才，為行業嘅持續發展注入動力。香港國際航空學院，成就航空夢啟航。